今期要嚟陪大家開箱呢盒 Yolopark AMK Pro 系列鴉 Class 熱與鴉，喺2005年作為龍之子40週年嘅紀念作品。呢部只有6集嘅動畫，單集製作費高達4億日元，中間仲一度導致公司破產重組。故事發生嘅背景係一個人類同妖怪共存嘅世界，而每一座城市都會由其意志產生出相應嘅百合陰同埋鴉，去維持人類同妖怪之間嘅平衡，從而守護呢個城市。喺當中，新宿嘅第一任鴉迴響因為對人類失望，率領一眾由妖怪半機械化改造而成嘅御座眾，對人類發動復仇。而我哋嘅主角熱與陽介，則係由新宿新產生出嚟嘅百合陰選取出嚟嘅第3代鴉，去對抗迴響，守護城市。玩具嘅造型係熱與陽介嘅百合陰俾迴響殺死之後，自己失去咗變成鴉嘅能力。喺佢堅定咗放棄做人，繼續做鴉嘅信念下，重新誕生咗新嘅百合陰，再次化身而成嘅重生鴉。所以大家見到實物嘅造型係身上滿布金色嘅線條，而唔係動畫初期全身都係黑色嘅鴉。身上多處類似皮套造型嘅外甲都係軟塑料嘅材質，並唔會過多咁干預可動。就例如腰部呢度向前彎曲差唔多成90度啊！大髀兩邊向上延伸至腰部嘅腿甲，一樣都唔會阻礙到玩具嘅劈腿。至於前踢同埋後踢，如果需要踢到最盡嘅話，大髀就需要往8字形嘅方向伸展。除咗腳掌可動，小腿亦都可以360度轉動，喺擺唔同 pose 嘅時候可以增加接地嘅效果。手臂旋轉360度，前臂屈伸135度，亦都冇問題。同時前臂亦都好似小腿咁可以旋轉360度。喺正常情況下，手部就已經可以平舉。如果我哋再將肩胛抽出嚟，抬手嘅時候就會有更加大嘅幅度。唔錯嘅可動，再搭配替換上唔同嘅手型，就可以擺出超級多嘅 pose。除咗觀音坐蓮，從背部拔劍亦都毫無難度啊！佢嘅專屬武器烏棉刃掹出嚟之後，刀殼會有一個替換件，還原翻動畫入邊拔刀之後刀殼縮短嘅形態。想擺翻一個正面姿勢，同時又可以見到背部刀殼嘅樣，都唔係唔得嘅。想佢更加型仔嘅話，就要掹開頭頂，攞出入邊嘅燈組零件，同時需要一粒 CR927 紐扣電池，通過變短之後嘅刀殼零件打開磁吸燈。第一下係長亮，第2下係閃燈，第3下係呼吸燈。不過我就稍嫌佢間隔嘅時間太長啦。點亮眼睛之後，影嘅相都零舍有型啊！烏棉刃亦都配咗佢嘅解放形態，吸收咗夜嘅雷電力量，更加厲害。Yolopark 仲係目前喺市面上唯一一款幫鴉配咗披肩嘅玩具。好嘅就係可以擺出披肩嘅造型，唔好嘅地方就係軟膠嘅披肩披上之後，人形就基本冇乜可動啦。玩具身高大概20cm， 比主流嘅 SHF 或者美泰嘅可動人形都要高。想攞其他玩具同佢搭配玩嘅話，記得要攞翻隻高啲㗎啦。咁今期嘅開箱分享就先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